花莲的大地震，真侪大楼拢起去，旧建筑的问题是搁再受到大众的关心。目前台湾30年以上的旧厝比例已经占全台湾的一半以上。这旧厝真需要专家定期鉴定、补强，甚至是重启。有立委就提出讲，咱应该要有专法来规范。 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后，真侪大楼，亲像天龙市大楼、富凯饭店、通水大楼等等，拢摇甲未堪治，规个起去。这也引起社会上真侪人在关心危险旧建筑的补强重启。立委苏卡辉拜四召开记者会，认为目前台湾30年以上的旧厝占全台湾52.6%，爱设立专法来加速旧厝的补强，才通伫未来灾害发生之前做好准备。在2018。 台南大地震之后，补强了全台湾的校舍。那么经过补强之后的04、03，同样一个花莲女中美育大楼有补强就挺过了，但是它的综合大楼呢，因为没有补强，所以1楼结构就受损。 立委苏卡辉表示，对民众来讲，法律伤过复杂，补助金额伤少，补强的记录会去影响厝价，这拢有可能会降低民众补强旧厝的意愿。立委张丰禄就指出，目前法律针对补强的规定伤过线，若通设立一个专法，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会当互民众更较清楚。政府啊，其实对于补强啊，其实有一些法令，但是它散落在很多部的法律里面当中，我们要把它简单明了化。我们也要定出一个标准，你的房子到底什么程度呢？要分级，那是不是要马上就要补强？我觉得这个是要一个专法来规范的。 立委苏卡辉认为，为着提高民众意愿，增加旧厝补强的效率，专法会当来规范颁发补强过的认证，提高补助经费，增加执行专案的能力。伊也表示，目前按算这个会期的提案，希望赶紧伫立法院通过专法，加速推动危险旧建筑的补强。记者刘新武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